油面、豆菜、虾仁、一碗打面，就安尼出现伫永康国小的中岛肠当中。还佫有沙巴鱼汤、含冬瓜茶，学生食甲相当美味。沙巴鱼汤很好喝，担子面它也是很好吃的，有石墨鱼，还有很多的菜色。教育局配合台南市百推出台南小食周，各校拢会当食到无同的料理，亲像是拍卤面、碰饼、麻香炒卵、米糕等等，互学生伫校园内底，会当食到多元丰富的台南美食。真的是党料哈因为我们学校的午餐呢，其实上一餐绝对是保证一定是50块。那学校呢，因为是中央厨房。所以透过规模经济呢，就可以煮出呢，你们想也想不到，这处理可能最少一半100块以上。菜单设计方面，营养师嘛开了不少功夫，唔但爱结合中岛长食材、主题海报，兼创作影片，互学生轻松学习饮食知识，享用家乡味，还佫爱兼顾餐食健康。这样搭配起来的营养量大概是720卡左右。符合我们教育部的规定的营养基准量，那也可以让我们台南的小吃健康的吃。台南好正做美食之都，每一道小食的背后包含传统民俗甲人文风情。透过活动及网格影片，互学生为传统美食来认识台南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